太东心经、太阳心经、太阴心经，接受的科语。像头前的是眼睛、外经、眼睛科语。新亚良好宫天然道，中足社会全书性本全修。6点半左右就要上钟啊，上到要几点钟的？哈。去分18点外，差不多第2场的上钟，上到9点半。接受科语，第2场是接受科语，太东心经、太阳心经、太阴心经。另外还有请迄演歌戏。历史上当今的时代的宰相，足有名的宰相谢安家做前世。叶母姓氏，叶父姓郑。大概举办这个现场来就有，NGO，我们可能的计划是，大概通过系统来做比较啦，系统，到NGO，按在做这个这个做大的做大的，做的事情，那有些东西从先进行的从头来，那么呢，都提出来。大家有5件牌，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最首先最有多做小平台，来发在需求，适合做到需求，它自己这个版本很舒服。有时那些规划，那些楼下楼顶，环境啊，这个环境很便利。